各位投資者，你哋想唔想知道邊間日本公司佢嘅實際投資回報率竟然係市場預期嘅雙倍以上？5333T NGK Insulators 呢個專注於電力基建嘅巨頭，究竟藏有幾多潛力？想發掘電力行業嘅黃金機會，就要繼續睇落去。NGK Insulators 5333T 係日本電力行業嘅核心力量。佢哋製造嘅精密絕緣體，喺全球電網中扮演住不可或缺嘅角色。超過60%嘅收入嚟自電力相關產品，市值高達萬億日元，係真正嘅行業巨頭。呢間公司嘅表現令人矚目。過去1年，佢嘅股價回報率，無論係對比日本大市，定係佢所屬嘅工業板塊，都係遙遙領先。特別係過去365日，佢嘅表現明顯優於市場同行業，顯示出強勁嘅增長潛力。從財務數據睇，NGK Insulators 展現咗穩健嘅基礎。佢哋嘅負債權益比持續下降，顯示財務結構日趨健康。更令人鼓舞嘅係，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嘅比率不斷提升，最新數據達到 1.33， 加上高達 2.39 嘅速動比率，證明公司有充足嘅流動性同現金生成能力。技術層面亦顯示出利好信號，股價與成交量呈現強烈嘅正相關，成交量變化更係領先股價2個週期，預示住健康嘅上升趨勢。有趣嘅係， Google 上對絕緣體呢個關鍵詞嘅搜索量，同公司股價亦有中度正相關，搜索熱度越高，可能意味住更多嘅買入機會。然而，任何投資都存在風險，我哋需要留意潛在嘅過熱信號。目前 RSI 指標達到 62.28， 以及 MACD 數據都顯示，股價可能處於超買狀態，即係話近期升幅較大，短期內可能面臨調整壓力。投資者喺入場前，需要仔細權衡呢個風險。再睇睇公司嘅盈利能力指標，發現有啲令人擔憂嘅趨勢。過去3年 ，EBITDA 利潤率同每股盈利都呈現下降。EBITDA 利潤率從約 28% 跌至 20%， 而每股盈利亦由226日元降至133日元。呢個係一個值得深入研究嘅信號，可能反映公司面臨成本壓力或者市場競爭加劇。你今日估咗未？本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邀約或推薦。投資有風險，買賣需謹慎。